坦洲樓市大變天啊！連我自己都唔知咩情況啊！70幾萬可以攞低一套精裝修大橫廳嘅4房單位，而且仲係南北通啊！我夠膽講呢度亦都可以挑戰成個坦洲最平嘅一手樓，馬上帶住你哋翻屋企 look 啊！你睇下你屋企嘅大橫廳，非常舒服啊！成個戶型仲係南北通嘅設計，哇！大橫廳嘅設計，我個人都係非常中意啊！帶埋精裝修俾到你，總價先70零萬，你睇下門口。裝隔門、密碼鎖標配，到頂嘅鞋櫃，入到嚟第一間房，你屋企嘅客房位置 ，Open Kitchen 嘅設計，你睇下 U 型嘅喎，賭台亦都係有噶。再睇翻呢邊公共衛生間3段式嘅設計，隔離咧仲有一間書房，呢個書房哇，成個戶型南北通喎，仲有亮點嚇，睇下佢嘅露台，露台都係加大版啊！平時咧喺呢度做個洗衣晾曬啦，跟住咧喺呢個位置再放翻張台，睇翻成個內園真係非常舒服。仲有2間房睇埋佢，長者房，每間房都方方正正，而且非常闊落，步入式嘅衣帽間主人房下，仲有套廁衛生間，4房2廳2衛，主人房3邊落床，同時可以滿足俾到你70幾萬嘅總價，攞低坦洲最平嘅一手樓，帶埋精裝修，橫廳加南北通。中意嘅朋友評論區留言3條3，我 send 資料俾到你。